再來看這高雄科技大學的教授王嘉男甲鄧慧鑫，這兩個人呢，在民國113年時是涉嫌收錢替6個在職專班的碩士，也有博士學生來找親手，甚至因個親身落去代寫論文。但今嘛今仔頭地方法院是照貪污罪，甲這兩個人判7檔甲5檔2個月，而且褫奪公權2檔，專案要通上訴。學生人數超過26000人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是全國上大的科技大學。不過113年所傳出，相關係2名專任教授王嘉男、鄧慧鑫涉嫌甲學生收錢，以碩士10萬、博士32萬的計數來代寫論文，考試的時陣買到護航。檢控查出，攏總有2名學生靠這款手法摕到學位。今仔頭地方法院15對8名涉案師生宣判，其中王嘉男、鄧慧鑫以貪污治罪條例被判有期徒刑，成為全國頭一個因為被學位被判刑的教授。譚慧清所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，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5年2月。王嘉男所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共5罪，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年，褫奪公權2年，並沒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。請教授幫你代寫，那當然是肯定違法的。應該不是自己的創意啊！唔但2名教授被判刑，涉案的6名學生也分別被判6個月至7個月有期徒刑，緩刑2年至3年不等。對此，高雄科技大學表示，學校非常重視學術倫理甲自律，代誌曝光了後，就須調開到評會，對涉案的2名教授甲6名學生來做出定處。唐姓老師，我們在事件發生之後，我們立即召開教評會，把該名教師呢給予解聘。涉案的王姓老師呢，給予終局停聘2年。那麼對於涉案的學生，那也給予撤銷學位跟畢業資格。高科大強調，應尊重法院的判決，因為目前也會當上訴，校方會繼續追蹤，也會針對審判的內容來召開專家會議，不排除會擱啟動新一輪的行政程序來處理。記者柯家竹、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